呢個時代，全世界都講緊數據，生活習慣、工作、醫療、網絡，甚至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存在好重要嘅數據。咁係咪得數據得天下？如果唔識得分析，俾多數據你都係冇用啦。冇錯，再多嘅數據都要有適當嘅方法。咁 Alex， 你又係邊個範疇嘅專家？我主力研究嘅工作係用於醫學同埋公共衛生研究嘅統計方法，包括生存分析、高維數據分析同埋缺失數據分析。我哋嘅目的係建立有效、實用同埋具理論基礎嘅統計方法。講到 Alex 研究嘅生存分析，同時間有好密切嘅關係。佢可以分析到你仲有幾耐命。就好似牙周病，我哋拎住一隻牙由長出去到患有牙周病嘅時間嘅數據，就可以估算出患病時間同埋生活習慣嘅關係。咁拎住呢啲分析結果嘅專家，例如牙醫，就可以建議病人相應地調整生活習慣，預防或者減低再次患上牙周病嘅機會。生存分析嘅應用範圍好廣泛，可以用嚟解答好多我哋關心嘅問題，包括用嚟推斷癌症病人嘅生存時間，透過分析病人嘅生活習慣同埋基因組嘅數據，從而預測到確診癌症後嘅存活期。只要將數據交到佢手， Alex 就能夠利用一個最有效嘅統計方法作分析及預測，最後交俾決策者或者專家作參考。當然喺呢個大數據時代，秒秒鐘收入到嘅數據唔單止量多，仲好複雜，處理起上嚟難度仲極高。好似下一集 Alex 會講嘅高維數據同埋缺失數據分析。唔該晒 Alex。統計學，當你以為數據分析就好似接住個波咁簡單，但係實際上我哋收到嘅數據係咁嘅。數學同統計知識可以應用喺公共政策、經濟、醫學、商業等領域。統計學家透過分析各種數據，幫助專家同埋決策者解決問題。而喺處理同分析不同數據嘅時候，統計學家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，例如高維數據及缺失數據。基因組嘅數據往往好複雜，而且維度非常之龐大。喺一個大型基因組研究裏邊，往往會測量成千上萬或者更多嘅基因組變量，例如基因變異、RNA 表達同埋蛋白質表達。呢一個變量多而人數少嘅設定，比起傳統統計學上邊人數多而變量少嘅設定，呢個難處理好多。另外一個大型基因組數據裏面，經常見到嘅問題就係 missing data 缺失數據嘅問題。因為成本或者其他實際困難，唔係所有嘅研究對象都具有所有變量嘅測量。呢個唔完整嘅數據，再加上高維嘅問題，會令到分析變得十分困難。處理 missing data 嘅方法有幾種，其中一種係 imputation， 即係插補法。如果有人缺少咗一啲變量，例如某 RNA 嘅表達，我哋可以嘗試從已觀察嘅數據推測缺失嘅數值可能係乜嘢，將呢啲缺失嘅值補上，然後喺之後嘅分析裏邊調整插補過程嘅不確定性。另一種方法，我哋模擬缺失變量嘅分佈，將缺失變量模型同埋主要 outcome， 例如生存時間嘅模型，都擺喺 likelihood function 自然函數裏邊作估計。咁樣咧，缺失數據嘅出現就會成為數據生成機制嘅一部分。我哋就可以用 maximum likelihood 或者 penalized maximum likelihood 嚟做估計。統計學嘅應用層面非常廣泛，透過統計同埋分析數據，可以幫助唔同專業嘅科學家進行更有效、更精準嘅研究，包括研發更有針對性嘅治療方案同埋藥物，以及更準確地預測到病情嘅發展。喺今日呢個大數據年代，統計學專家嘅協助，的確係可以促進咗各個範疇嘅發展。多謝教授。